我就是想问一下，顾先生身边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朋友？特别的朋友？怎么个特别法？就是说，哎啊，说出来不怕你笑话，就是我发现他对女人好像一点兴趣都没有。怎么可能？顾先生就喜欢泡女。嫂子，我的意思是说，西城嘛，他和那些女子只是玩一玩而已，从来不会动真情，真的。从来都不会动真情。从来不动真情。走，拿西蒙的包。我认识他这么多年，从来没有见过他和任何一个女人过过夜。别吵，别吵着我奶奶，把门关了，窗帘拉上，我要睡觉。你赶紧把衣服穿上，我有件事要找你聊一下。这是我的家，我穿不穿衣服是我的自由。可是你不穿衣服，我怎么跟你说话呀？哟，都嫁到我们家了，还装清纯呢？行。我让你一次，有什么话快说，我要睡觉。是这个样子的，虽然我们两个人已经结婚了，但是呢，之前并不熟悉，对吧？所以我想跟你商量一下，我们俩……我知道你是怎么想的，你嫁到我们顾家，不就是为了我们顾家的钱吗？但是我告诉你。这个婚，我是为了我奶奶结的，我是不想让她老人家太失望，所以结婚之后我也不会尽什么丈夫的义务。说的难听点，咱们只是名义上的夫妻，我还要找我自己的真爱呢。我说你这人说话怎么这么难听啊？有钱了不起吗？我才不稀罕跟你发生关系呢。太好了，有你这句话。把这份合约签了。第一，女方不得干预男方的私生活；第二，女方不得强行要求同床共枕；第三，女方只具有顾少夫夫人的身份，但是不具有任何实质的权利；第四，行了，别看了。既然你不想跟我上床，就把合同签了吧。你这个分明就是霸王条约，全部都是约束女方的。那么男方呢？你放心，我是绝对不会看上你的。把合同签了吧。哼，你这个是不平等条约，我拒绝。那你要是不肯签，就是对我有意思了，想跟我上床了。你放心好了，我对你一点想法都没有。那太好了，这件事先不要让我奶奶起疑心。我们暂时睡一间房，但是你不能睡我的床，你睡沙发。女士优先的道理你不懂啊？要睡是我睡床，你睡沙发呀？这是我的房间，凭什么你睡床啊？再说从小到大我还没睡过沙发。那我也不是睡沙发长大的呀。好，我再让你一次，床一人一半，但是你不许性骚扰我。这什么鬼？分床神器。神经病！我操你！喂，最近有什么情况没有？陆安，你可是收了我的钱的人，有什么情况立刻向我汇报。4个4，4个5，4个5，开，开！有可以呀！哎，
西城啊，你这结没结婚没啥两样嘛？啊，老子不管你吗？他怎么能管得住我啊？该怎么玩怎么玩。好，我就喜欢你这种男子气概，洗脑。再来一把。娜娜，咱们今天晚上去哪儿呢？嗨，那咱们就去喝酒。来，喝酒。娜娜，你叫 Nancy， 来，干杯。这2天你感觉怎么样啊？有什么想说的没有？老夫人，我觉得挺好的。你是感觉挺好的，可是现在你们已经结婚了，西城每天晚上还在外面乱跑，你想过没有？为什么？这个，我别这个那个的。既然你现在是我们顾家的媳妇儿，你就得要尽到责任。对西城，你不能再这么放纵他了。如果你要尽不到自己的责任，那我就要考虑，是不是换个孙媳妇儿了。顾总，这个是今年上半年的年度报告，您看一下，以后签个字吧。我知道了，放这儿吧。哎，等等，帮我去花店订2束花。哦，好的。是给总裁夫人吗1束给安娜，1束给米歇尔。快去啊！哦，知道了。喂，苏小姐吗？怎么办呀？我根本管不了顾西城啊，真麻烦。这样不是挺好的吗？他玩他的，我也轻松。可是我要是不管，会不会被顾老夫人赶出去啊？那不就是破坏了贺锦熙的婚姻？贺锦熙，妈妈怎么样了？你放心吧，妈的事我已经安排好了，你只要听话就行。我听说顾西城现在还跟那些小嫩模呀、小明星呀来往，是不是？你是怎么搞的？这个人我根本就管不了，他每天根本就不在家待着，又不听我的。我不管你有什么样的方法，必须让他跟那些女人断了来往。还有，你给我记住了，你不许跟他上床。像顾西城这样的男人，也就你能把他当个宝。喂，医生，我想问一下，我的预约时间能不能提前？不太好，还得等几天。还要等？能不能尽快？你觉得我穿这件怎么样？你今天能不能不要出去玩？你脑子是不是有问题啊？我不出去玩，我干嘛？我的意思是说，你每天都出去玩，晚上不睡觉，对身体不好，对不对？在家睡一会儿觉多好啊！你是不是对我有想法？我不出去干嘛？在家陪你啊？咱们之前可是说好了的，结婚之后谁也不要干涉对方的私人生活。谁想管你了？我才用不着你陪呢。就是你，你可以在家陪陪老夫人吧。哎，我没结婚之前，我奶奶没说过要我陪她呀。你想让我在家陪你吧？想让那就直说呀。顾西城，你少臭屁了好不好？我告诉你，你每天都不回来，我才高兴。好啊，那不更好了？那么请你出去，我要换衣服。喂，怎么着？女孩们都到了，太棒了！让他们再等一会儿，我马上就到啊！今天晚上我要来个饕餮盛宴啊！
一点儿都不客气。这好像就是你自己家啊。对不起，大宋。那个看样子你好像经常来家里玩吧？那你跟西城应该是好朋友。西城是我大哥，所以您是我大嫂，见过大嫂。对，你说的都对。那个，既然你们是好朋友的话，我能不能偷偷的问你点事儿？是关于他的。对。大嫂尽管问，我就是个吃里扒外的货。太好了。那个，我就是想问一下，顾西城身边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朋友？特别的朋友？怎么个特别法？就是说，说出来也不怕你笑话，就是我发现他对女人好像一点兴趣都没有。怎么可能？顾西城就喜欢泡女。嫂子，我的意思是说，西城嘛，他和那些女子只是玩一玩而已，从来不会动真情，真的。从来都不会动真情。从来不动真情。走，拿西蒙的包。我认识他这么多年，从来没有见过他和任何一个女人过过夜。完蛋了，完蛋了，完蛋了，完蛋了！我跟他结婚这么长时间了，他对我一点兴趣都没有，每天只喜欢和你们在一起玩。然后我，大嫂，我毕竟不是情感方面的专家，所以说我觉得可能他是不是有点太腼腆了？你不要再替他打掩护了，我知道你们是好朋友。实话跟你说吧，昨天晚上他做梦，说梦话我全都听到了。他梦里一直在说什么硕什么什么硕，所以我今天就是特别想问一下，你们周围到底有没有一个人叫什么什么硕的？硕呀，硕，让我想想，硕哪个硕？你叫什么呀？硕。他在叫谁？等很长时间了吧？啊！走走走，快点起来，走了。干嘛呢？你跟他聊什么了？没聊什么。啊，这位就是你最好的朋友吧？那当然了，我最喜欢硕了，是吧？走，快点。走。我们是不是走的有点太近了？走，咱们从小到大都走这么近。跟我斗。和你做兄弟这么久，我似乎好像从来没有见过你和任何一个女人上过床啊。我和你们不一样，我是一个有原则的人。这男女之间啊，一切没有感情的性爱，那就是耍流氓。再说了，跟那些女孩子有什么好玩的？我觉得跟兄弟在一块儿才是最开心的，是吗？来，喝一个，喝一个，喝一个嘛，这我有点上头啊，让我先去吐一会儿。哇，没喝就上头。顾西城啊，顾西城，等到所有人都认为你是一个弯的，看你还怎么出去玩，跟我斗！哎呀，说，晚上怎么安排啊？今天本大爷有事儿。哎，行，你忙。猛力，晚上出来陪哥喝酒啊？哥，晚上不行啊。你能有什么事儿啊？我晚上我那个亲戚要来我家呀。好，行，你们都忙，
帮人呢？我特地让他们晚点来。难道顾少是想单独跟我待一会儿？有这么点意思。要不这样，老跟他们玩有什么意思呀？不如今天晚上我们换个别的地方，相互的了解一下，好吗？安娜，两情若在长久时，又岂在朝朝暮暮？顾大少爷，我认识你的时间可不短了吧？这要是换做别的男人，孩子我都有。哎呀，安娜，别着急嘛。我觉得我们之间啊，还不够了解。不够了解？我看是你不行吧？什么？我不行？我告诉你啊，从小到大，我最讨厌别人跟我说不行。那今天晚上就行一次吧。不行。不行？不行。顾西城，司徒果然说的没错，你就不是男人，就是个 gay。你以后啊，别想再约我。哎，我是 gay， 我是 gay。司徒这个混蛋！我去，好安静的包厢啊！搞得我有点不太习惯呢。嘛呢？啊？思考人生呢？人呢？都干嘛去了？嘿，我这么怠慢我们的顾少啊，太过分了！你等着。喂，姑娘们呢？怎么着，让我们独守空房啊？啊！顾西城，你要干什么？自家兄弟也不放过？我问你，你是不是跟别人说我是 gay 呀？从你目前的所作所为来看，你是 gay 的可能性很大呀！啊！司徒说：“我告诉你，老子不是 gay， 喜欢女人。”这不是我说的，是你老婆说的。什么？我老婆？贺锦熙啊？耶！他还说你经常说梦话，在梦里喊上我的名字。贺锦熙，你干嘛？回头我再收拾你。你到底跟我朋友说什么了？什么都没说，你赶紧放开我！你是不是跟他们说我是 gay， 让他们疏远我？是不是？我没有，从来没这么说过。我就是说你对女人不感兴趣。哎呦，我什么时候对女人不感兴趣了？我告诉你，你就是故意的。你嫉妒那些女人，你不想让我走，是不是？顾局长，你疯了是不是？哎，你放开我！我怎么可能嫉妒那些女人呢？我告诉你，现在我所有的朋友都在疏远我，都因为我是 gay， 这都是拜你所赐。这事儿你也不能全都怪我呀，连你朋友都说了，这么多年从来没见你对哪个女人动心过。你以为我顾西城是谁啊？我是动物吗？我怎么可能跟别人随随便便上床？我是有原则的。我不管，反正那么多大美女都不动心，你肯定有问题。司徒啊，咱俩从小一起长到大，你还不知道我是什么人啊？那女的随便说几句你就相信了？关键是我们几个从小到大确实没有见过你跟某一个女性乱搞过呀，所以那个女的那么一说，我，你懂的啊。当然，我不应该轻信她的谣言。Sorry, I'm so sorry， 兄弟。我跟你们说，你们几个千万别像我这么早结婚，这婚姻就是人生的坟墓。其实现在有一个问题啊，就算我们几个不把你当弯了看，可那些妞都当真了。我们几个嘛，好说，自家兄弟，不会把你当姐们看。
对，在我们的心中你是纯爷们儿，可是，在女孩们的心中，你呀就是弯的。你才弯的！我弯吗？你哪只眼看着我弯呀？啊！你看看我的雄性荷尔蒙迸发的，看我这胡子多性感。可是关键哥们认为我也是弯的，这是拜你所赐呀。行了，你别在这添乱了，赶紧帮我想想办法。办法有，就看你活不活得出去。说呀，找个女孩